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咱讲全民注意风险日子了，对今仔开始正式要来开始了吼。咱看到讲，今仔日1922疫苗注文平台已经正式开放18岁以上的这个民众，会当进行到这个疫苗意愿的这个登记了吼。大家真正抢哦。另外，咱讲吼，这个第一时间啊，这个系统吼记载袂掉，走袂去了吼。另外，咱嘛讲吼，原本逃跑第9类、第10类这个符合者，已经陆陆续续收到这个信息吼。未来咱嘛讲到3礼拜拢是注 AZ 这支车，咱嘛继续感谢日本哦，因为佮送咱97万吨的这个 AZ， 按算伫咧后日7月15都会来到台湾吼，真正非常的这个感谢。另外咱讲吼，全国即阵第一当车这个涵盖率吼，差不多16.27啦吼，疫苗人口涵盖率差不多15.93吼，咱嘛讲到。全台湾若是要拼2.5的这个注射比例，可能真正唔免等到8月啦吼。另外，咱嘛讲到今日是这个未开放的这个头一日，咱来看讲吼，邮件也是无开放，但是这个电影院咧，这个台北、台中、台南有限制人数吼。新北市桃园继续咧停业，有人咧讲吼，这个新北市桃园市这人会走去台北来去看电影无？按这吼，这个限制，因为拢无共调啦吼，会有一寡吼警察无。另外，咱看到讲国家风景区也是这个游乐园开放吼。啊，另外你若是要去风景区，你去游乐园吼，要食食这安怎来去进行咯？这嘛是大家吼咧想办法的这个部分。另外，咱嘛讲到吼，全国食食的这个部分，咱讲吼，这个内底食也是拢袂当吼，敢若偏乌会当来去开放。另外，咱嘛来讲到。在7月15，咱按算就有这个97万 AZ 预防车来到咱台湾。这个时间咱讲到800万吨的这个疫苗吼。另外未来有咱讲9月这个 BNT 注无共牌子疫苗这个声音又过来讨论，咱们看到讲 WHO 咧讨论讲，哇，这安尼注无共牌子是毋是危险？也是讲吼，这个无共牌子这个资料到底有交证啊无交证吼？虽然台湾即阵是讲注无共牌子吼，是因为这个第一当车有过敏的，才会当来去注第二当吼，是无共款的这个牌子的这个部分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做伙来对话。现在邀请节目顶所来宾，第一咱邀请中研院生医所兼任研究员何必雄何教授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成功病院家医科主治医师李秉琦医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咱邀请京师专校幼保科教授兼任主任罗美文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是啦吼，议题要带观众朋友先来关心哈。咱头一个要先来听指挥中心下晡的记者会，安怎讲到18岁以上，咱讲到这个注文平台，大家真正抢啦吼。先来听因安怎讲。确定的病例，本土病例28位，那居隔阳性的是11位。哦，那新北市15例，台北市9例，桃园2例，苗栗县、台中市各1例。说日本又在宣布，要再捐赠一批AZ 的疫苗给台湾，那7月15号会到。第2轮的预约接种，它的医院登记是到昨天的下午5点收单，在早上10点到11点都已经发送简讯给所有在第2轮预约接种，也就是有购 AZ 的朋友啊。即日起，就是全国18岁，包含18岁以上的民众都可以来进行意愿登记。那到7月15号的下午5点为止。咱昨节目这个讨论尔啦吼，咱讲第9类、第10类这个开放了后，是毋是有人无去注？尤其咱讲吼，未来3礼拜拢是注 AZ 预防车啦吼，都惊讲吼注 AZ 的时阵，佫会甲这个吼疫苗涵盖率、这个速度佫会降落来，所以咱讲今日开放第18啊，这个18岁吼，咱讲吼10类以外的人，紧来去意愿登记，真正有影吼，咱看到讲意愿登记。哇，大家真正抢啦吼！首先来请教这个教授，咱嘛讲到注预防车是要防止着讲吼，这个死大人65岁以上的用死亡也好啦吼，这个动静变死亡，安尼这个案例，咱过去讨论过英国的这个案例吼，但是咱台湾65岁这个注射涵盖率也是低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差不多3成、4成，有的较好的5成外啦吼，安怎鼓励死大人紧来做咧？咱就爱来想，咱是安怎吼？咱的这个优先的这个顺序吼，是先互老大人来做，就是主要就是讲，因是高风险的人，所以咱即马就该保护起来。高风险是啥物意思？就是讲会重症啦吼，
会爱住病院住真久啦吼。啊，有时安尼住真久了后，你就身体就无真好。啊，有时嘛是不幸嘛会讲死亡安尼啦吼。所以咱就想讲来先甲伊保护起来。啊，即摆咱来注射，甲伊互伊注射，伊会惊赢，毋敢来做的时阵，咱嘛是爱甲保护啊。咱的保护法，咱爱用鼓励的即个方法，譬如说。你若无做的时阵，咱讲安尼，你若出去嘛是危险，啊无你就踮咧厝诶。好，咱咧讲听起来敢若讲伊的人权，咱无咧甲，咱无咧甲注意。但是咱想看卖哦，咱就是要保护伊啊，啊，互伊注意方式，啊，伊毋敢做的时阵，啊嘛是爱保护伊啊。啊，上好的保护就是讲你拢卖出去。啊，这咱嘛毋是家己想的。旧年吼。新加坡啦吼，旧年迄个瑞典吼，咱嘛是安尼做啊。就时阵也无疫苗吼，啊，迄个疫情真严重的时阵，你讲65岁以人拢毋通出去，拢踮咧厝诶。啊，你若安尼咧想，安尼嘛无感觉真奇怪。啊，另外一个是讲，啊嘛共款哦，恁囝孙嘛袂使来甲你看哦，因为囝孙若甲你看的时阵，甲你抱、甲你枕一个时阵，嘛是互你为着，嘛是你嘛会为着你，安尼嘛毋是真好的代志。啊，有一个医生，拄仔即个刘医生就讲，啊无咱另外鼓励的办法就是讲，啊无你出去的时阵，你爱有讲，有一个啥物证明讲我有注意方式，我较注意，我若无注就无注意，啊嘛是共款的意思啦。咱就是讲，主要毋是讲要来吼限制你安怎，限制你的自由，主要是要保护你。咱若安尼做，伊即马想想讲，我囝孙嘛无通看，啊，佫无自由的时，伊可能就想讲，啊，无我来做会较好。吼，咱嘛是安尼，啊，就毋免惊，就互伊佫一个时间，佫想一下，吼，啊，佫忍耐一下，啊，佫看一下，这嘛是一个方法啦。咱来大家拢来想，最主要的是咱要保护这个时大人安尼啦。有影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时大人真正爱保护啦吼。啊，有影吼，拄着 AZ 啊、Moderna 的时阵，咱过去拢有遵照着这个科学的证据来去甲观众朋友说明讲，其实吼每一支预防针拢总有伊的这个效果啦吼。只是咱看到讲吼，啊有当时啊，这个死亡的这个案例啦吼，咱讲这拢甲这个预防针无关系，是时间上啦吼。啊，咱嘛讲过，这拢是这个背景啦吼。有当时啊，这个年龄层的人吼，就伫这个时间内底。过身的人本地就有啦吼，咱过去拢有小解就安尼啦吼，所以咱嘛望讲真侪乡亲好朋友啦吼，只要你身体也真好吼，无问题的话，紧来做这个预防针，无论你是 AZ 也好，Moderna 也好啦吼，拢总会当吼紧来做。尤其咱讲到吼，日本送来这个97万吨吼疫苗，咱讲7月15来，台湾安尼算起来都有800万吨啦吼，疫苗到单看起来。是无遐尔欠啊，然后咱来看到讲，即阵吼随来开放着18岁以上来去登记吼，第9类、第10类的人会当伫咧7月16吼，陆陆续续开始来做。继续请教这个刘医师吼，咱头段嘛讲过，18岁以上啊吼，这个人真抢哦。咱今仔看到这个登记啦吼，差不多有200多万人哦，才打开放。甲下晡1点尔，都200多万人要来去做啊！这代表是啥物？代表是真侪少年朋友哇，对这个预防针，无论伊是 AZ 也好，Moderna 也好，尤其是 AZ，伊嘛愿意来做。其实看得出来吼，其实真正想要做的人其实足侪的。咱一开始是甘愿想讲，甲这个预防针留互这个较高危险、较高风险的人，这高龄的人先做啦吼。是。不过安尼开要超个外月落来啊吼，其实。啊，当初是想要做的，一般大部分应该拢即马拢朝做要煞啦。包括讲当初是你若讲惊是你做 AZ 你会烦恼，即马莫德纳来嘛已经过要10几工去啊吼，应该该做的嘛拢朝要做啊啦吼。即马上惊是讲，你若搁继续留互讲，刚要保护遮高龄的人，你无继续开落去，开的速度伤慢，当然遮其他大部分的人数，伊可能是维持这个社会经济重要的这个人员吼，变做讲伊总毋敢出门，也是讲伊甚至要出门，伊都爱惊东惊西，也是讲甚至伊去企业去带，有的企业都爱家己做这个快筛，变做讲浪费伊可能爱足侪医疗资源，甚至讲伊也一点病，有可能规家伙仔总验着。是，当然所以因的惊吓会愈比遮个高龄的会愈惊啦吼。啊，当然拄则咱何老师有讲着讲，遮高龄的可能咱爱家己限制吼。啊，当然咱。伊嘛是希望鼓励讲因遮人其实要紧转来做啦，吼，要紧出来做。伊国外的研究来看，60岁、65岁以上，
你一定要先注好满、注好济，哦，安尼真正去染病起来，你虽然规个国内的染病人数悬，上无你死亡率是袂悬的啦。哦，有影。哦，咱这少年朋友的部分哦，包括甚至到中年的部分，哦，40岁这其实染病起来，伊的动静的几率无悬，除非讲你原先有一寡慢性病，还是讲身体有一寡毛病，哦，这较有可能讲会真正发生到动静。哦，所以咱看起来，即马大家人最针对这疫苗，其实是有信心的啦吼。包括讲你看咱即马莫德纳即马咧做的过程中，其实嘛是有一寡人可能因为本身的毛病过身去，哦，所以看起来代表讲这个 AZ 的部分，唔是讲因为伊真正特别风险较大，哦，造成这背景的超过这背景的因素，甚至讲已经发现讲这疫苗甲过身的代志有关联，目前看起来拢无一个有关联的嘛吼。当然，这个有后壁个有较侪证据，咱来证实这个代志。不过上无即马代表讲咱国家内底人民对这两支不管这两种的疫苗，哦，上无即马来看，应该是拢有信心的。是啦吼，咱看到讲即阵这个疫苗，这个涵盖率啦吼，咱一直讲吼，这个7月底本地是蔡总统讲吼2.5%的这个注射率啦吼，咱即阵来看起来。咱一天吼差不多拢加1%外啦吼，即阵人口的这个涵盖率差不多是15.93啦吼。啊，若是讲吼注一当下，因为有人已经注过这个第2当下啦吼，至少安尼算起来已经16.27啦吼。人口的部分已经有差不多遮尔啊侪人来去得到保护啊啦吼。啊，虽然咱嘛讲到吼，这个莫德纳才打开放尔，伊的这个人数吼，大家真正是真正抢哦。咱看到讲吼，昨一日22万啦吼，所以大家会对这个莫德纳信心较侪，但是咱讲 AZ 嘛无遐尔歹啦。咱看英国嘛是注较侪啦吼，65岁以上的，咱讲吼这个 AZ 的疫苗，这个英国因这个部分差不多是100%哦。咱讲到这个部分，咱真正爱好好来去思考啦吼，真正莫搁去分讲啊，倒一支射拢是好射啦吼。另外，咱继续要来请教教授啦吼，咱看到讲这个第7类有真侪这个吼。维持着社会这个人员啊，其实咱讲吼，幼保人员嘛是伫这第7类内底啦吼。啊，其实因真正帮助咱讲真侪这个少年的这爸爸妈妈，因的这个囝儿逝世，无法度寄回的时阵，因扮演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角色啦吼。咱继续来请教你啦吼，即阵。咱讲幼稚园袂当开放，但是2岁以下的这个托育吼中心会当来去帮忙照顾一寡这个囝儿逝世吼，但是有一寡这个专案，比如讲是医护人员的这个囝儿逝世，另外还有这个吼警消的这个囝儿逝世啦吼，因特别爱来帮助啊，尤其咱讲精神啦吼，这专校者有帮助这个专案来去进行，甲咱小说明一下。是。2岁以下的托育中心啊，哦，有伫收囡仔，但是因有一个寡限制啦，吼，比如讲咧，吼，即摆台北市即摆有讲嘛，吼，会使在微解封，吼降载的收托，哦，所以呢，因有规定哦，吼，7月初6啊注射14天了后，会使开始收囡仔。14天以后，就是讲有保护力啊吼。啊，保护力啊，嘿。啊，7月初是改7月21日才收安尼。OK。吼啊，但是人数嘛有降低啦。吼，伊有规定就是50%。所以一间托育中心伊也要收40个人，会变20个人安尼。吼啊，为什么我们有迄师生比较低咧？一个老师本来照顾5个囡仔，即摆一个老师要照顾3个囡仔，吼，降低一个空间内底囡仔的人数安尼。吼，啊家长嘛较安心啦。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吼降低因的这个吼师生的这个比例啦，吼，咱讲吼一个本早照顾5个，该降低一个照顾3个啦，吼，咱讲互相感染这个比例会当较少咧。啊，其实咱嘛看到讲真侪数字啦，但是中部长礼拜6、礼拜时阵其实有公布吼，其实伫咧0岁至6岁吼，这个感染的这个人数其实是较悬的吼，所以咱讲一个第一时间指挥中心唔敢完全开放，伫咧咱讲吼，这个幼稚园也好，还是这个托育，其实是有因的考量吼。继续请教教授，你安怎看这件代志？这吼，咱也慢慢来想啦。咱国家吼，拢大家真惯势讲零确诊吼，啊，不管你是虾米款的病人，你吼。确诊了，你就甲伊放在病院内底，啊，就医生、护士来甲你照顾，变成咱足习惯的啦。啊，其实咱来甲想看卖，这个病吼，这个传染，85%的人，拢好好无代志。咱即马来大家来注意风险，是要保护什么人？保护伊差不多15%的人会得重症，啊个，拢嘛是共款啦。英国的小儿麻痹啊，迄拢是共款。会破病的人拢一点点啊尔，大部分拢是无代志。但是咱嘛是以风险来照常做，做甲咱会当甲
这个病吼，这个病都该断起安尼。所以咱即马嘛是同款的原理，但是咱这个过程吼，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传染病，咱对伊个开始是无啥物了解，即马大家就对伊真惊呢。所以，但是咱开始来想，你即马开始注意放射了吼，预防射这个物件，毋是互你自断，你袂讲我注入了，我就拢袂个传染着，我嘛是会个传染着，所以这个病毒吼，袂当互你怎样去一刀甲切掉，怎样无去，所以伊嘛是一直存在吼。即摆这个比例吼，没有症状的比例，有感染的没有症状的比例会搁较济哦，所以咱来开始。来钻咱的脑袋，对于这你若传染着，确诊但是没有生病的人，咱来改用平常心来看。平常心来看尤其咱看到讲其实有一寡这个数字也是新闻咧讲啦少年囡仔、少年朋友，因伫咧细汉的时阵，其实因是爱甲这个细菌是讲病毒来去共存的啦你就讲即阵这个保护的这个期间，咱讲无爱互因去这个幼稚园也好，无爱互因去学校也好，其实第一个时间是甲因保护，但是过去咱嘛知影，这个幼稚园就是个囡仔爱互因去一寡这个去遐传染着、感染着，因的这个生活能力，也是讲因的这个身体，才会拿来适应讲这个全病毒的这个社会，敢是安尼？是安尼对无毋对？咱其实我对少年就定下去研究迄个新的病，真侪新的病拄出来的时阵，拢是囡仔无问题，拢是大人，嘛有一个轮状病毒的。轮状病毒即摆咱大家拢知影是囡仔对无？但是迄个叫做成人的轮状病毒，中大了，我去检查拢嘛是大人。意思就是讲，囡仔嘛是会传染着，但是无症头。即摆大人就有症头。咱共款，咱即摆来想，即个 COVID-19 吼，即摆开始囡仔慢慢传染的时阵，伊后摆就拢无代志。对吧？咱即摆老人，咱先来注意风险来保险，所以。咱也开始咧想，咱是安怎要来注意风险？毋是为了咱家己，因为普通咱大家拢想，我可能是迄85%，我毋是迄15%，但是咱嘛是来做啊，所以注意风险袂创啥，就是来保护所有的人，会当互咱安怎，会当互咱的生活回归较正常，变成较正常，袂讲大家行来行去，出门就要一直筛检，然后踮咧买来买去袂当出去啦，啥物内底5个人，外口10个人，无遐个限制，所以咱大家拢来做。其实拢同款好，不管你的身躯还是我的身躯，咱大家拢做入去了，拢是同款好。咱这个预防下，咱是一个群体一个全体的这个力量，来互伊发挥伊的功能。所以咱就唔通去选，上好就是卖选，就你做啥物预防下，你就去做，安尼就是上好的功能。大家拢来共同的来一个。来防疫啊！有影共同来防疫所以咱头拄嘛讲着自这个适应病毒这个角度来去看，咱讲这个过去有真侪这个 MPI 的这做法，就是非药物性，唔免去注射。咱讲这个隔离也好，还是讲唔免去学校也好其实是一个保护啦但是自这个适应病毒的这个角度来看，咱阁继续请教这个刘医师啦就是讲这个少年囡仔。咱讲这个阶段可能咱讲伫咧幼稚园，还是讲这个学校这个部分各学校这个部分，因12岁进前，其实是因适应病毒，还是讲细菌上好的时间，敢是安尼？这是一个卫生理论啦包括讲就是讲你愈少年的囡仔讲伊去甲人接触中，还是讲去大自然中去接触一寡病毒还是细菌，在接触过程中其实训练你的免疫系统啦所以后边可能伫遮囡仔咧观察的部分内底发现讲，伊敢若过敏的情形会敢若较袂遐严重，包括讲有一点主体的免疫的这个毛病会敢若较少当然有一寡理论就讲，伊渐渐甲遮个病毒细菌咧感染的过程中，甲伊的免疫系统会较稳定包括讲伊后边的抵抗力敢若嘛会较好一点所以即马来讲，敢若我会记得毋知是澳洲还是纽西兰，敢若讲因即马就咧烦恼讲，这一冬来因遐囡仔拢防疫甲伤好啊虽然防疫个排名是前几名，其他病毒拢造成。因为今日讲到阵喙炎是退落来，开始对这病毒拢无熟悉开始可能变一大波的其他的感染的大流行所以因即马开始咧渐渐开始针对这囡仔，虽然讲到一定的这个涵盖率了，囡仔的部分会当是慢慢甲喙炎先退落来互因去适应这个环境的部分。
当然，咱台湾可能即摆无即个遮明确的条件啦吼。不过会当慢慢啊开始来给规定一个阶段吼。咱当看即个囡仔会当开放到啥物款的程度。啊，当然其实囡仔来讲啦吼，其实真正去幼稚园去遮个托育中心啦吼，其实老实讲，因个囡仔的喙炎其实嘛无通挂到外好，挂到外调啦。所以即个部分来讲，其实大家嘛小可会传来传去。只不过传的过程中，即个细菌也是病毒，莫讲像迄个迄个上严重的，也是讲咱即摆咧烦恼的即个 COVID-19 的部分来讲。一般来看，一般阮颠倒是较放心啦吼。啊，这是讲你也真正讲有内底老师去钓，也是讲囡仔毋知去验着，带转去哦是大人也是。即个阿公阿嬷的话，安尼较惊讲有造成这风险俩。所以变做讲，即摆囡仔当然伊也无适当的这预防针会当做的时阵，为阿公阿嬷开始先做，了过来就是伊个是大人会当先做，上无厝内会当保持一个上简单安全的部分。囡仔去得到上无伊这动静的比率是非常之低啦。当然讲有个人发现一寡研究说，这个囡仔得病了，有可能有一个是。感染了的一寡即个免疫系统的毛病，问题是以即摆来讲的比率嘛，也无讲真悬，所以拢要有他观察的空间。是，有影啦吼，咱嘛讲着吼，即个咱讲防护能力吼，其实互交互即个咱讲保育人员也好啦吼，即个幼保人员因做过啊，家庭内四大人吼，长辈因做过啊，啊少年朋友啊是讲即个幼稚园的即个囡仔啦吼，因其实安尼喂来喂去的即个话嘛袂够。伫咧咱讲家户来进行着另外一波的这个传染啦吼，啊，咱嘛讲今日这个7月13开始是未解封，咱讲幼稚园甲这个吼，这个托育中心其实无共款的这个做法啦吼，咱嘛来看讲吼，这个民生教育这个部分，指挥中心本来就讲有需求的这个家长会当送囡仔去啦吼，啊，而且咧，咱讲着吼，亲像咱头头讲的医护人员的这个囡仔。警消人员的这个囡仔吼，啊，优节吼维持无要来去复课啦吼，啊，有来人讲哇，这是这个托育政策有一寡这个矛盾伫咧啦吼，但是咱嘛讲着7月26是一个大重点，咱讲有可能降级，有可能降级的这个话，咱看到讲其实是毋是这个幼稚园又搁会当来去开放啊？这个咱讲教授安怎看咧？当然也是讲开放的话，人数会较侪啦。像咧三级警戒的时阵吼，伊囡仔的时阵，我嘛是有收幼稚园，伊讲特别的状况嘛是在申请，吼，家长嘛使送囡仔来，像刚才主持人讲的，特别的一个职业嘛使送来。那但是送来拢差不多3下2下一个安尼尔啦，吼无侪啦。是。啊，但是像这礼拜，我拢共款，幼稚园拢共款咯吼。但是这礼拜开始微解封了后，啊幼稚园过来像阮的更新专校。哦，比较特别啦，阮收的拢是病院的医护人员的囡仔，吼，所以来的时阵变30多岁。哦，啊，我想啊，到26，我感觉是因为疫情的慢慢啊人数较加的话，家长嘛较放心啦。哦，有当时嘛是家长嘛爱囡仔，伊嘛虽然讲会使来，啊，伊嘛唔敢回来安尼啦。有这个心理的有这心理的关系啦。哦，尽量嘛是讲有他人啊，无讲阿嬷他送，食他送，哦，阿嬷来安尼。是。啊，即话人数较降低，因较敢来安尼。啊，但是来真重要，我要做分流。OK。好，比如讲早时啊，吼来，我嘛是讲，唔是人拢收啦。比如讲，有无呼吸道状况的，啊，伊袂使有迄什么接触史的。OK。好食的，啊来了基本的酒精啦，基本的迄拢爱。以外，阮本来收囡仔拢8点，拢积伫门口口。OK。啊，阮即摆拢家分时段收。哦，分时段吼，莫互伊积一个做伙。来嘿，比如7点半、7点45、8点，吼来，啊要等伊嘛是共款安尼。OK。啊来的时阵共款就是啊教室内底。阮较特别啦，吼，阮是学习区的方式，本来因伫算的时阵个分区咧算啊啦。好，啊，阮食饭嘛，分区食饭。是。啊，阮嘛是无家集中所托，共款家分流，分到分班。吼，啊，安尼师生比较低，啊，囡仔嘛较少安尼啦。是。所以咱讲吼，即个步数吼是真正，咱讲会当哪做哪去抄袭啦吼，就是讲抄一个当互保护着这个囡仔，嘛保护着这老师的做法。啊，其实咱嘛讲着吼，这个中央也好，还是地方也好，其实拢有小可政策吼，你嘛有整理着一个图卡吼，要来甲观众朋友说明一下吼，来甲咱说明一下。好，应该讲哦，阮都更新专校拄啊好，阮有接的幼儿园嘛，有托婴中心嘛，有迄课后中心，啊，三个拢无共款的年龄层，啊，嘛无共款的做法啦吼。那目前是安尼吼，啊，到幼稚园方面啦，
吼是基本上是无开放，像主持人讲的，是，但是有特别的需要的话会使来，吼啊，所以拢个位数啦，吼足少安尼。啊，托运中心的话，即摆台北市有昨有宣布嘛，佢我甲我讲的会使收50%，吼啊，新北市方面早有规定会使收，是，吼是基本上无开放啦，但特别的话会使开放，差不多一成的人会使来尔，是，吼啊，这拢有降低师生比，啊，但是阮的迄安亲班课后托运中心方面呢，就是拢无接。拢无接啊。嘿，因为教育部有迄公文来，啊，阮拢遵守教育部的规定安尼。所以咱讲吼，分无共，即个年龄层无共款的即个做法吼，其实咱讲啊，咱的即个做已经真幼路啦吼，啊，但是有的人嘛是讲啊，我惊我的即个囡仔吼，当咧做决策的即个时阵，有当时啊吼，拢是写10000条。可能绕到一条吼，都有人开始咧骂吼。但是咱讲这个做法吼，其实是哪做爱哪敲切的吼。咱头拄嘛有讲过吼。另外，咱要搁讲转来吼，咱头拄嘛讲到，这个疫苗这个部分吼，差不多安尼7月15，若是搁这日本的这个97万吨来到台湾，咱讲台湾已经有800万吨啊吼。啊，真侪声音就讲吼，这个咱做无共款的这个牌子到底会使无？咱过去节目顶嘛有咧讨论过。指挥中心即阵的这个做法也是讲袂当来开放吼。今仔日上新的这个新闻，咱嘛看到讲 WHO 一个专家啦吼来去讲，这个是无适当吼来去做这个无共牌子的。但是咱讲吼，这国内也有另外一种讨论性做法来看。Delta 变异株当快速伫世界各地传开，疫情无看到转好，部分国家提出男女子疫苗。不过 WHO 专家建议唔通男女子无共抢排疫苗，因为这是有淡薄仔危险的趋势，因为这对人体健康影响欠资料加证据。So it's a little bit of a dangerous trend here where people are we're in a data-free, evidence-free zone as far as a mix and match. There is limited data on mix and match. There are studies going on. We need to wait for that, and maybe it will be a very good approach. It will be a chaotic situation in countries if citizens start, deciding when and who they should be taking a second or a third or a fourth dose. 台湾目前只有 AZ 甲莫德纳疫苗。台北市长郭文德主张蓝理事认为，若讲做过 AZ 第2档做莫德纳，只要等4礼拜，呼吁中央应该思考快速建立完整防护网，予医护人员会当尽速做第2档。指挥中心表示，关系监视蓝理事将交由专家小组研究。WHO 大概用的词还算是比较严谨了哈，就是说不要混打。可是事实上也有很多的国家有相关的一些研究，那有一些重要的人物也做了这样的一个示范。我们还是要把这科学证据能够看得更清楚。那当然 WHO 的建议，我们也会列在我们的思考里面。目前比较有数据的是 AZ 疫苗跟那个 BNT 辉瑞疫苗有混打的一个数字，就是它的不良反应会稍微多一点，然后如果是先打 AZ 再打 BNT 的话，抗体可以比较高一点点啦。所以我们现在认为说混打疫苗大概就只有 AZ 跟 BNT 是有一点研究的根据，那其他的疫苗之间的混打我们都不建议。台湾对男女子疫苗还未做出结论，泰国政府昨日宣布，将为第1档自中国科兴疫苗民众男女子用过 AZ 疫苗。这也是全球第一个公开宣布将中国甲西方疫苗男女子的政策。泰国公共卫生部表示，会安尼推行疫苗男女子，是为了提悬对Delta变种病毒的保护力，佮强化民众对新冠肺炎的免疫力。记者综合报道。即咱佫继续来讨论，就讲吼，卖煮即个港牌的即个疫苗，也是讲爱煮港牌的即个疫苗即个部分吼。咱看到讲 WHO 本地是讲吼，卖煮无港牌煮的即个疫苗啦吼。啊，咱嘛看讲各国吼，其实无共款的即个看法吼。即 WHO 咱头拄有讲过，英国吼即个牛津吼 Oxford 因有讲啦吼，煮无即个2种疫苗即个保护力就是无共牌煮吼，比煮2剂拢是共款的 AZ 较好，但是即阵英国是无吼开放煮即个第2社是无共款的吼。另外咱看到即个加拿大伊是宣布啥？第1社做这个 AZ 的吼，第2社应该是会当来去做 mRNA 吼，咱过去有咧讨论过，就是这个 Pfizer 也好，也是这个 Moderna 也好啦吼。另外看到德国这个部分吼，7月初开始修正吼，这个疫苗注射这是一种原则吼，建议第1社是这个 AZ 了后，第2社应该就是这个 mRNA 啦。咱看到讲 Merkel 伊嘛是第1社做这个 AZ， 第2社做 Moderna 无共款。另外台湾是安怎看来讲吼，这个做疫苗拢是共款啦，因为咱台湾买就是。男咧买，所以咧等到未来这个吼厂商搁较侪，一定会咱讲做无共牌子啦吼，所以这是一种趋势。
另外伊嘛讲到，任何疫苗拢无100%这保护力哦，莫假扮讲这个无共牌子以后都袂感染吼。另外，咱女医师伊嘛讲吼，真少吼有一寡吼测验嘛有去显示着讲，注无共款牌子的这个疫苗抗体浓度确实会比共款的这个牌子较悬哦。另外未来吼，咱讲吼也未进行啦吼，这个第三期吼，这临床测验嘛欠较济，咱讲吼证据啦吼。啊，今日有一寡这个新闻甲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吼，咱看到讲伫咧高雄有一个人啦吼，一个时大人，伊第一社注 AZ， 第二社注 Moderna， 啊内底隔2礼拜，伊安尼就是咱讲注无共牌子啊吼。啊，因查某囝出的时阵，伊讲看起来嘛无啥物问题咧，但是伊讲这个卫生局这个稽查爱个较咱讲吼较详细咧吼，莫讲真正出问题了后，咱再来去找问题啦吼。另外，日本的这个案例是一个老伙仔吼，伊注4支射，哦，伊嘛是暗藏起来吼，注4支射，伊拢注这个 Pfizer， 伊想讲我哪注愈济保护力愈济啦吼。咱先来请教这个教授安怎看这两个新闻，甲咱讲这个注无共牌子的这部分。这应该是安尼讲吼，咱点啊高雄，这个是有一点啊，算讲过失啦。你就做代志无顶真嘛，啊，你再安尼无按照这个 SOP 啦，吼，这个安尼是唔好的代志，因为这边可能无啥物代志，啊，你若定定拢安尼的时阵，你就唔知影是啥物会发生啥物代志。时间若久长，可能都就是对，啊，但是这个若是同款的人，伊都无咧注意的时阵，咱嘛袂使，啊是人个拢有这个习惯，讲无爱甲你讲，吼，啊是搞不清楚的时阵，咱家人就爱甲伊陪同去甲伊讲，我当时有做吼，啊是安怎，袂当互伊一个无啥清楚的人凊彩来讲，这是真重要，因为咱有一个两个可能毋是啥物大代志，啊你若变成一个习惯的时阵，你就你就毋知影讲到底即摆会变做安怎，这嘛是 WHO 咧关心的啦，意思就是讲，虽然有研究讲吼，注2档吼无共款的公司，尤其是头一个是 AZ， 啊第二个是BNT， 这有3个国家拢有研究，啊研究拢做了袂歹，就是德国、西班牙甲英国，因为资料拢收甲袂歹，就是一定大家3个出来拢同款的意思，就是讲，你若先注 AZ 啊，做个打 BNT 的时阵吼，迄个抗体有较悬一点，啊，迄 T 细胞迄细胞的免疫嘛袂歹，OK， 吼啊，但是你袂使并倒过来，袂使讲，袂使先 mRNA 再过来注 AZ 刷病毒安尼，安尼袂使，安尼就真反应就真无好。啊，即马即个王医师就是讲啊，混打就是一个趋势。是，虽然是安尼讲，但是嘛是爱分开啦吼。头一个咱叫做初始剂量，就是讲开始这2个剂，就是拢注2档的这款的，这是一种，因为咱即马新的疫苗啊，新的病的时，咱来做第3期的临床试验，拢是安尼来做的时，咱就安尼来做对无吼？啊，但是讲1年了。可能这个疫苗咱无迄个，咱过来混拍，这嘛是应定也有啊，还是讲过去咱囡仔咧做的预防针，按即马来改善吼，较好的出来的时阵，啊当然嘛是个混打，你若个补拍的时阵，后摆1年、2年、3年个补拍，嘛是无共款的，迄是拢是会使啦，科学上应该是袂。OK 啦 ，OK， 应该是无啥物问题。是，但是 WHO 是咧烦恼的是讲，那大家拢咧乌白拍的时阵，互咱根本就袂当讲啊，即马即个有问题，迄个问题啊，到底是就到底是倒一个问题？倒一个有问题对无？因为搁一个较重要，咱无点样才讲到是这个泰国，泰国一早嘛公布讲，我就是要分组，吼，就是因为伊买真侪迄个科兴啊，科兴的，迄效果无啥好啊，啊无啥好啊，伊即马看了伊的迄个病确诊的人口吼，对，医师的医生啊，护士，敢若感染率很高啊，啊伊就讲我就要补打，我就是要过来个，安尼人是嘛是有伊的考虑，果不是3种一定要安尼做，对，嘛是有的考虑啦，嘛是会使，啊咱即马一定嘛是咧建议讲咱混打啦吼，啊。过去咱一直建议咱的政府讲来混打，主要迄阵呢就是考虑是讲，咱疫苗都无啥有够，吼，啊，即摆有的就尽量来拍，啊，即摆若搁来的时阵，啊，无一定会当会使啊，所以咱就爱来准备一寡讲，啊，若混打会使袂使，吼，迄阵是安尼咧想，啊，但是即摆看起来疫苗因为。咱大家拢足保护咱的吼，对咱足好的，咱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对，啊，即马咱的私人的企业嘛是咧甲咱帮忙吼，安尼足感谢的，所以看起来敢若是较无遐紧张啊啦，所以一定爱混打的即款代志，医疗应该就较消退，就较无
较唔是遐重要啊。OK。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个 WHO 吼，其实有一寡这个遵循啦吼。这个伊虽然讲吼无共这个厂商吼，这个疫苗注射吼，咱讲真正莫去吼注无共射啦吼。但是因的考量是啥？因的考量是讲吼，这个第三档啊，是讲第三档的时阵再来考。登记的效果啦，毋是短期的登记的效果，你就较歹去追踪。是，所以咱看到讲这个部分，伫咱台湾的讨论也够真济啦吼。咱看讲这个台北市长郭文德吼，郭市长伊是赞成讲这个注无共款品牌，伊的意思是讲疫苗欠，但即阵咱疫苗哪来哪济这个情况之下啦吼，敢真正有需要过来注无共射咧？我看这个国家其实背景迄阵的南美洲，当然第一个都是考虑讲这疫苗无够的情形之下，去做这件代志啦。是。无都哪像大家讲啊，德国总理啊，啥你家己无注德国的，你注 AZ 加莫德纳，你若毋是注 AZ 加 BNT，既然讲上有研究的应该是 AZ 加 BNT， 啊 BNT 佫是恁德国的，你若无注 BNT， 你也去注莫德纳。是。所以我相信这背景的因素拢是甲疫苗无够，甲分配的关系有关系啦吼。当然，伊即摆来讲，虽然讲。先注 AZ 后壁注这个 BNT， 可能你后壁产生的抗体是你注2剂 AZ 的10倍啦吼。问题是，这当大家拢是用这个综合性的抗体的这效果，迄个量来评估，意思就是讲，我看的抗体量敢若10倍，问题是有效性敢真正有10倍，是，还是讲真正较悬，这嘛无一定哦。有可能注起来，伊即马抗体虽然量较侪，结果比较落去，真正伫真实的环境落去。比较落去，其实拢共款。问题是，拢共款的情形之下，你在做的过程中，你要冒一个风险。第二个有可能你要搁产生较大的副作用。虽然这副作用啊无到讲致命的危险，问题是你这过程中你先要家己讨皮疼。是。所以对我来讲，当然是 WHO 也感觉讲，伫即马还搁欠资料完整的资料情形之下。第一个就是虽然有3国的研究，问题是较大的以英国来讲嘛，较830个人。这拢啊算作少人的啊。是。啊，你若讲有的人伊想讲，有的人咧批评讲，这个国产的疫苗，讲啊，你拢讲用抗体的量来讲这是毋是有效？啊，其实共款啦，伊南咧做的伊这目前的研究出来嘛，是拢用抗体的量咧甲你讲尔。伊嘛无一个讲第三期的讲，我真正注落去这个南咧做的情形之下，是毋是真正有效性？真正是甲我做纯正的 AZ 甲做纯正的这个 BNT， 真正看起来较好。也是讲啊，无输这两种，你嘛无互阮一个第三期。就是刚才伊甲你讲吼，这个抗体是提较悬尔，实际上这个保护力有效性，到底数字是偌济拢无讲过。所以这个变做你也咧批评讲，咱国产的疫苗这个资料无够，你无第三期的共款嘛。变做讲你也无相信国产疫苗提出的这证据来讲的话，你无应该去推动讲，安尼咱就来南咧做，因为安尼你变做矛盾啊，你变做讲，你那两种。共款的物件出来，你支持这边，这边你无支持，对吧？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讲，你若要支持讲，一定要看到有效性，才会当来支持即马咱要做的证据是有够的。安尼理论上应该是等于讲真正有较大量的人来做，来看到讲临床真下，包括讲这个有效性真正是有够的。是，安尼较来支持。有影吼，咱嘛过去咧讲着吼，注这个 AZ 啦吼，第一下、第二下，其实伊这个副作用的这个部分，第一下是比第二下较严重啦吼。啊，莫德纳是反倒腾啊，伊是无共款啦吼，是注第一下的这个时阵较这个轻啦吼，注第二下。有这报道形容是去互这个火车弄过这种部分来去做形容吼，唔知真正是安尼。所以若是男咧做，你第一下经过 AZ 的这个部分，第二下佫经过莫德纳，安尼是这个强大是副作用，真正是两个拢会拄着吗？敢是安尼？这唔知咧，因为即马这个实验都无做甲 AZ 甲莫德纳来做，咱也去问迄个德国的迄个总理讲，伊的感觉是安怎？可能是无啥物代志啦。因为每一个人嘛是无共款，虽然咱看这拢有一点啊，讲比例较悬，比例较低，迄是拢整体来看啦。但是一个人你是被属于讲这，也是拢无感觉的。迄嘛是真歹讲啦，因为拍注意咧莫德纳的人嘛是拢无感觉的嘛是真侪啦，对啊。但是大家我有听到讲足侪拢是倒3工，踮咧眠床倒3工啊，足忝的啊是安怎就是，但是迄拢毋是大代志，拢会过去啦。拢会过去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武汉肺炎，无论咱看驻国外吼，驻伫咧 AZ 也是驻台湾的吼，有去吼登记吼啊，这个头疼这个部分，咱看咱台湾就好。差不多6成啦吼，爱疲劳的5成外啦吼，头疼3成8啦吼，颈脉酸痛这个差不多5成。另外莫德纳这个部分啦吼，咱看到讲这个副作用，这个疼痛的这个部位吼，可能是这个咱讲吼注
正手还是倒手的话吼，这个筋膜遮吼会头部酸痛，啊疲劳吼嘛有7成，6成4差不多吼会头痛，另外筋膜痛嘛是有6成啦吼，啊另外发烧这个部分吼，其实咱看台湾有小可较悬。是安怎？这个原因，咱继续请教刘医师。这哦，这真无一定嘞嘿。这有的人真对这个发烧的物件吼，反应可能都无一定同款。哦，我包括讲伊住的这个年岁吼，是不是住伫对这个年岁反应较大？伊较早国外研究是讲，55岁以下有1/3的人会发烧嘛吼，55岁以上可能剩15%的人发烧。所以你若讲第一批大部分住的，咱第一类到第3类的人较侪。哦，可能迄阵反映出来，逐个人的即个发烧的情形就较严重一点嘛，吼，比率会较悬。啊，虽然后壁佫有一寡75岁、85几岁遮诶人来住，问题是有可能遮比例也无一定甲头前的第一类到第3类的人遮去甲伊来降低吼，会影响到，所以有可能就变做讲，咱即个伫这发烧的比率，甲比外国比起来，敢若会较悬一点点。OK。哦，啊，毋过怎啊？你讲到这男咧住的吼，其实咱呼吁讲民众啦吼，怎啊有一寡民众伫即个网络内底咧教讲，其实你著只要甲医生讲，我住第一针 AZ， 我敢若有过敏，我著想要来男咧住。其实这对家己来讲是冒一个风险哦。有影呢？哦，有这个，甚至咧教讲你安怎甲医生讲。对阮即摆来讲，其实注射内底吼，你会当针对讲真正有过敏，较去男咧住的吼，其实是你一定要有去通报哦。OK。就是讲你第一针治疗，你有去通报讲，有去正式登录反映讲，真正有这个过敏有去证实这个反应吼，咱开做男咧住。其实男咧住的过程中，其实你嘛是冒一个风险哦，吼，无一定讲即摆男咧住你就一定较好，所以各位民众咧看的过程中，莫想讲，我人讲甲男咧住较好啊，我只要来甲医生讲啊，我第一针有阵我有过敏，我就想要男咧住，哦，其实这莫安尼做较好啦。有影啦吼，所以咱讲吼，照实来去做一寡吼通报啦吼，唔通讲哇，你第一下住。AZ 了啊，你想要做第2下，你就是讲白擦吼，讲你有一寡这个过敏的反应啦，啊，但是咱讲吼，真正你若是有这个过敏的反应，你其实吼，爱伫咧若是讲超过48点钟啊，是12点钟吼，还有这个烧鼻涕，然后还有其他感染，这款反应都是真正去找医师来去做一寡这个治疗吼，千万唔通因为要吼煮无共去写啊，咱讲吼，真正讲白擦的这个话啦吼。另外，过来请教教授啦吼，咱即阵讲 AZ 也好。Moderna 也好，还是讲未来这个 BNT， 另外咱阁无讲到国产疫苗。啊，伫咧过去咱做吼临床试验第2期的时阵，其实嘛有真侪新闻咧讲啦吼，因为人是注这个注射的时阵，去用注着这个安慰剂，伊到底要去注这个 AZ 也好，还是 Moderna， 因这个部分因安怎去处理咧？即摆是安尼，因为咱国产的，你是讲咱国产的对无？咱国产2个疫苗，因为迄个实验的设计无啥共款，啊，一个是讲加速啦吼，我就时间到，我迄个完成啊，我完成啊，啊，另外一个讲，我要甲伊看到6个月了，啊，主要伊应该是要看讲即个抗体吼，安尼消失的即个程度是安怎吼？啊，即摆较严重的就是即摆有65岁的人，吼去参加的时，因若治疗安慰剂，其实伊是会当知影，因为迄种无感觉连一点仔疼都无，一点点仔都无感觉，你家己会知影吼。你若有治疗，伊凊彩拢有一点仔有感觉着啦。虽然是讲拢无啥物感觉，是凊彩拢有啦。所以你若治疗安慰剂的人吼，我是感觉叫因即摆着爱甲伊商量，讲恁即摆着爱开放，开放因去做 AZ 也好，莫德纳也好啦。因为你要挨治疗，应该是有啊啦。但是这即摆还袂甲因讲，因为我是感觉，因为咱台湾的即个疫情还佫无遐严重，吼，应该即摆结束了，咱再来甲伊讲，吼，爱甲伊商量，讲应该嘛是共款啦。你若无治疗的时阵，你爱看是要补伊2剂，你若有过，以为有过，啊，你也是好，人可能准备。爱过你的啊，你嘛会使互伊拍，互伊做2剂，还是讲互伊去做另外，吼，这就是，就看看伊会过也袂过。伊若会过的时阵，啊，就是佫一个选糖啊啦。对，佫一个讲我要选这个，佫一个较
较济迄落当去选安尼。有影啦吼，所以咱讲吼，这个 EUA 是一个重点啦吼。另外咱讲吼，本地台湾的这国产疫苗是要咱讲扩大第3期啦吼。啊，所以有的人是注着这个安慰剂这个部分，所以有的人就想讲，哇，我拢无酸疼，然后我真正注着这个安慰剂的时阵，我是毋是当去注 AZ 也好，Moderna 也好，去加强这个吼。所以这个部分嘛，要等待讲国产疫苗这2间公司做另外这个宣布伫咧吼。另外咱嘛讲着今日是这个微微啊解封吼，真侪种做法吼，像是讲旅行的这个部分，还是讲吼其他一寡场所、一寡这个做法，有啥物无共款的这所在，先做来看。7月13全台未解封，台中娱乐园一透早就游客上门要来佚佗。我朋友刚好约我在那边，他刚好约我然后他就说要不要一起当第一个，我说好啊，走啊。不过3级警戒期间出来佚佗，要安怎食饭，真做上大的问题。台中娱乐园是开放条件符合的游客伫咧饭店房间内用餐，以一个会为单位，一间上济会当有4个人。有的娱乐园是安排4个外口用餐区，采取梅花座设置假房。来到台南真有名的大东夜市12暗大型复业，市府为着要管制人群，现场搁安5台录影机，透过电脑分析来计算人数。12暗的人无多，如果有拍麻将换红仔的打伤违规群聚，卫生局会开罚3000到15000块。我不敢去摆了啊！我那个有客人围观，我就跟他说这样子我会有群聚啊，然后我就是已经有赶一些人走了。就是不要在我的摊，他就觉得10个超过就不行啊。可是他完全没有给我劝导啊，他就是直接给我开啊。伫咧室内空间方面，台北国中封馆将近60天重新开放，目前一天敢若开放2个场次，每场100人。头2天的场次已经拢约满了。从3级以后就没有出门了，觉得应该是史上最安全的时刻吧，而且里面一定都没人啊。同款等待真久的健身业者配合零接触器材让旁用，也佫有直接消毒。有业者是家己采购5000份快筛试剂，提供给教练定期体检。我们第一批的采购是花了200万，采购了5000剂，但是其实对现场来讲，大家都更安心。对。另外，伫咧台北市13嘛开放电影院营业，目前规定电影院有12厅以下的一个时段，敢若会当开放3厅，13厅以上会当开放1/4的厅，一定爱梅花座。观众全程拢爱挂喙烟，而且规个电影院拢袂当食物件。记者综合报道。是咱同款嘛讲到吼，这个未解封了后，一寡这个休闲啊，是这个娱乐这产业拢总会当来去做微微啊，这个开放哈，但是有一寡也是无开放啦吼。啊，另外咱嘛是佫继续来关心，就讲吼民生教育这块啦吼。尤其咱讲7月13是一个时站，啊，咱讲7月2日吼，又佫是可能会当降级的这个时效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吼，因应讲未来可能会安尼收佫放，咱无望是安尼啦，就是疫情。咱讲吼，能够看到伊撑起来这个时阵，又搁爱改，咱讲吼压落来，所以咱搁爱搁这个放起来吼。但是咱无希望安尼。啊，伫咧这个咱讲幼稚园这部分，咱搁会当做啥物？上主要是吼，7月2日啊，讲已经降来话，家长一定讲家囡仔送过来啦，因为拢爱上班安尼啦吼。啊，其实伫咧3级警戒进前，我拢有做一寡方式啦。吼，就是囡仔洗手的问题。吼，然后呢，食饭的时阵分较开咧。是。吼。然后戴口罩，啊，其实连去到户外共款，因户外走，你口罩拢会落落来，你知道吼，所以嘛是拢爱互因分区玩，然后分流玩，人较少的分班出去玩安尼。OK， 好安尼。所以咱看到讲吼，真侪咱过去都已经按算好势啦吼，毋望讲这波疫情直接就甲冻点嘛，莫阁互继续拖开哈。这是咱讲幼稚园这个做法吼。另外，咱阁头段要来补充，就是讲吼，这个Moderna尤其开始做吼，是7月才开始啦吼，尤其。真侪这个少年朋友也是讲吼，也有符合着，甚至讲外送原因吼，因去做的，尤其少年吼男性40岁以下心肌炎吼、心包炎这个部分较侪哦。来继续请教刘医师。当然即摆以国外尤其以色列面看起来研究是安尼啦吼，超10万分之到100万分之的几率啦吼。啊，这看起来目前来讲拢是少年朋友较侪，尤其查甫来讲吼，40岁以下啊，看起来暗年拢25岁到40岁中。啊，这对咱来讲就是讲，伊也讲治疗吼，伊家己讲超4天以上吼，家己讲伊耳根仔会闷痛吼，啊，感觉讲这会无爽快的感觉，哦，这可能阮就建议讲爱去做一个检查，哦，讲伊讲是毋是甲这个这个Moderna是讲后壁有甚至有做到 BNT 这个吼，会发生的几率有大，哦，就是做心肌发炎嘛，是讲心包膜发炎这个不情形会发生，哦，啊，当然对阮来讲吼，伊Moderna这个
这个机转吼，就是甲伊注料吼引起咱全身的这个发炎的迄个机转有关系啦，有关系啦吼。所以一般来讲吼，即摆网络有一寡消息讲，进前敢若有一个退休的教授讲吼。煮正手就较袂心肌发炎嘛吼，啊袂心包膜发炎嘛吼，啊甚至建议讲去煮尻川配啊吼。啊，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无这个理论啦吼，因为理论上来讲吼，你比如讲煮对一个部位吼，引起的发炎是全身的反应啦吼。毋是离这个心脏外远都无啦，毋是讲你离较远都无代志安尼啦吼。所以意思唔讲我煮正边，我倒边都袂受影响哦。咱敢袂输讲保护一边的细胞，另外一边无保护共款，袂安尼啦吼。所以对我来讲，其实这是全身的影响，甲这完全是无关系。啊，当然有个人咧，讲讲啊，我真正煮了，我爱注意什么问题吼？对我来讲，就是讲你煮啥煮了，第一个你也本身体温爱量以外，家己血压、心跳吼，啊，迄个喘气的，这个一工喘几届吼，讲人会变喘，胸腔嘛会疼吼，这拢爱注意。啊，这数字的变动是平常时你注射前，家己都爱做一个测量，啊，当你注射了，家己爱去量，啊，做一个观察。你若讲有变化较大，就爱紧转去找医生来做讨论，甲疫苗是毋是有关系？了解，所以咱讲吼，即阵开始18岁以上的，会当来去登记。台湾嘛，建议咱讲大规模注射的这个市站嘛啦吼，所以咱看到讲真正的有诶过去吼，咱看到讲时大人因咧做，咱讲爱去小心的这个部分，18岁以上开始嘛要来注意吼。继续搁请教老师啦吼，即所有的族群来讲吼，搁爱注意啥物？有一寡较趣味的研究，咱通常无咧甲注意，但是即马即几工我就咧甲小甲看一下，真趣味就是讲，因做一寡实验，互大学的学生吼，你考试的时阵，甲伊注意方式。考试注意方式。有人就无考试，有一个压力安尼，真大的压力安尼吼，伊考试的迄组吼，伊的迄抗体就较歹。哦，另外压力较悬，所以咱讲这个抗体较少。对，抗体了。所以咱定定拢咧讲，你压力吼是会影响你的免疫系统吼，拢是会啦。OK。另外一个嘛是真趣味，这咱会当做的就是讲吼，好好来困。咱每一工来困差不多7、8点钟久，咱做完预防针了，一礼拜拢困得好势。是安怎？伊嘛是大学生吼，甲伊注意防针了，你住以前的3工，还是住以后的7工，互伊袂困，互伊困足少的。佮一组好好困。是。困足少的迄吼。抗体真少。抗体甲迄个所有的免疫反应拢袂使。你6个月来过来看，嘛是还阁是袂使。是。所以休困甲心理压力真重要。所以咱英国拢无啥咧注意，但是咱即摆因为这个病吼，这个病毒吼，伊袂无去啦，伊伫咱甲咱斗阵，所以咱若要互咱的身体健康，免疫系统真好的时，随时吼。就是没打疫苗嘛，是会真好的先。咱就爱来注意这咩咩角角。有影吼，伫咧自进前吼，你要保持你的这个心理啦吼，莫有一寡这个压力的这个存在。另外住了后吼，好好困，真重要吼。这个你若是困无好，还是无眠，可能你的这个抗体就无法度产生。未来6个月你看吼，其实嘛是你的这抗体嘛是压袂起来啦吼。所以咱看到真正吼，咱看到讲过去有一段时间来啦吼，注意方式哦，拢是时大人啊。即阵咱讲吼，有诶会当开放就18岁以上，咱有一寡心理上诶爱较健全诶吼，莫有压力之下来去注意方式。另外注意方式了后，咧困啊咧食，拢爱食好困得好啦吼。所以另外咱嘛来讲到吼，全台湾吼7月15就是有800万栋吼，安尼涵盖率其实安尼算起来，毋免到8月中，咱就会当涵盖到这个25%啦吼。咱嘛毋茫讲其他诶这个疫苗会当陆陆续续继续来去入来台湾。继续互咱的这个防护网更较矫正的吼，上尾啊，佫请教这个何教授啦吼。整体来看啦吼，你的按算，咱讲大规模，咱会当这个甲喙암提起来，你的按算是啥物时阵？喙암，即马开始一直甲咱，喙암踮咧厝内面可能摕袂出来。OK。踮咧即个公共即个场所摕袂起来，但是喙암可能踮户外吼会当摕落来。OK。当时会当摕落来，我是感觉因为即马天气遮好，温度遮悬。是。咱已经关喺厝诶，关差不多偌济2个月啊。8礼拜。是。吼。
安尼对咱的身体实在是无啥真好。阮是希望讲吼，甲咱那个机会叫重新来商量，甲伊讲吼，出去是有较好，大家去曝日，吼维他命 D 吼会量会起来，啊去运动吼，啊甲这喙氧摕来，人少的时阵，咱人济的时阵嘛是共款爱大起来，互咱有一个自由，莫讲一个出门就一定爱大条，这是真重要。啊，咱会当去山顶去行路，去海边吼，因讲即马袂当去海边。其实我有去看喺网络上吼，甲海边、甲海滩吼，迄足侪人的时阵，所有的迄个 COVID-19 的即个流行爆发吼，甲海边拢无关系。OK， 拢无关系。啊，但是即马咱的指挥中心那个无安尼咧想，咱慢慢来甲伊沟通吼，咱因为真重要的是吼，咱爱运动，吼爱轻松吼，啊安尼毋知会较好。有影吼，咱毋望讲吼，即个咱看到人济即个所在无法度维持社交距离的即个部分，咱继续去挂喙炎。但是一寡较空旷的即个所在，毋望指挥中心会当开放即部分啊吼，互大家去拍一日，会当甲喙炎摕落来吼，会当去咱讲吼消透一下吼，莫大家吼心情压力遐大。感谢所有来宾，嘛感谢乡亲好评话，咱再会，感谢，多谢。感谢。平世人相欠债，到大海也袂清。爱相信，咱一定会搁见面。雨会来，天会开，梦才做一半，搁经一时，等咱相会。我请你。平安哦，部长。